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。该等你同享，俩心酸的爱，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vai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儿子有没有好一点啊？那就好了。什么？钱又不够了？哎，怎么这种药这么贵啊？我才刚跟超哥借过薪水，我怎么好意思再跟他借钱呢？不要这样说啦，人家超哥已经算是很帮忙了。不然这样子啦，你请医院哦，再延几天啊，等我这边领到薪水啊，我就给你寄过去，好不好？哥库罗萨，还没。这阵子啊，真的没有时间了，很忙，没有时间去处理了。我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啊，我一定会去做的。现在家里需要钱，你要让我去赚钱啊！你不要哭嘛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啊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等我找到了他，我就会跟他办离婚，给你一个名分好不好？阿文，不要哭好不好？拜托你，你这样子逼我干嘛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电话费很贵了，不要讲了啦，啊 ，OK。好，再见再见。海师傅啊！海师傅啊，啊，你为啥你伫咧啉酒啦？
佮听过迄存条要夹去做啥物？哎呦，当作是有人讨论呢。是讲了对啦，错啦错啦，来，饮酒啦。哎，可哪有啊？够一副1万块啊！师傅啊，佮毋过听过有当作事情要讨论怎样来处理啊？天公的事情啊，天公一张讲啦。来，饮酒啦。还是呢，师傅。啊，来了，师傅。啊，敬一杯啦。好。小陈啊，要滚了，滚你啦。师傅啊，眼看吼，根本就唔善烦啊。你这眼看来吼，你稳样的啦。小陈啊，有是个明白聊菜嘛？无呢。啊，用来讲爱听我样呢？唔免啊，啊，阵来用御花园点放以后啊，佮生意做越来越好啊。韩国吼，唔免日本转落去太厨师呢，你看过个场面有几多啊？呀，那迄弥漫着迄种传统洗船当做人比的呀。眼看吼，迄路这边的三马一定有问题啦，眼2%-2%吼都唔样啦。好啦，唔是讲的啦。啊，再讲下去啊，我酒就无用了，来。啊，来，去走啊！去走。说下去啊，卖就我们真讲老周些有关的事情啦。卖以前讲，卖就会够了。来，吃菜了。俺啊，俺这年酒量啊当好，根本啊，一年就连本去爽啊。看看啊，蔓延酒量啊，较好啊。来，去走。无酒嘞？没无诶。小朋友啊，比如啊，给我拿艺术来了啊。来，好了，买点油吧。来，去走。去走。师傅啊，我今天有啉到有爽无？啉啊，啉个当爽嘞，爽快吼！爽快。师傅啊，我来就冲条个本汤好冇？就会冲过。嘿呀，你冲啊？水汤哦。头发开来个叫发哪里无？师傅啊，唔会冲无啊？俺不会冲。师傅啊，你我买做无啊？算了，俺冇偏菜啦。哎呦，你这吃可能没错嘛，反正没花没多少钱啊。你就当作去买一个希望没吼？你看大乐透迄跳出来，是呢，无听错哦，个机飞这点呢。看你讲的哦。跳出来是呢，是呢，哦，以后迄几多钱啊？哈，你知洗身盆的特别的咯吼。你看啊，佮用钱吼，安尼洗身洗头吼，唔伫迄嘛感觉咯吼。师傅啊，你想看啊？迄唔倒的，唔是当你伫做下吼，那段不是那油唧唧，一身的油盐味啊。当然啦，迄个唔好做出迄把吼，免莫相关啦。不过吼，迄味道穿前吼去做些，留个味道这家兴趣吼去做些，迄种的感觉吼，完全就无共样啊。迄种怎样讲呢？迄一种自由的感觉啊。啊，走，自由，就会自由啦。师傅，来。来，生意。师傅，生意动厉害呢。无啦，真的哦，有钱吼，生意动好呢。唔是谁吼，阮无钱好失败。
你唔是说阮目前要休不卡呢？韩国吼，唔是强骗人要讲唔应啦，这个总艰苦啦。好，师傅啊，咱讲哦，买倒做伙买倒啦，一撒一种做伙啦。这家抽一组嘛，哈。来，好嘞，好。好嘞。慢阿姨。大家，亮床啊。白抢白抢，讲如个神明哦，天数爱陈坤明老翠翠也讲伊啥啊？就讲吼，爱无贪心啦，爱要当医长做伙啦，去抽奖吼，做日本啊太师傅倒啦，哦，伊还有补养啊，生养要吼，拜托拜托吼。师傅啊，也个西医啊。真个做头奖，女生问题就做得全部解决嘛。阿妹，无闲哦。你我暗咯，加班啊？系啊，我是想讲加班吼，做伙甲存点钱啊。我经常存钱，身体真重要啦，存。爱知啦。妹唔是按表咧存钱，存多做嘛喏？阿妹啊，公司才发，我头脑有无太过按聪明，计判事的能力有无意志按好，连个假词吼，我比唔上。古时爱想吼，要好好打拼，创较有钱，本阿妹吼较做体育，好幸福啦。长久啊，阿妹，爱知啦，因不卡是个生意吼，但请爱意思啊，最本阿妹少。这种崇拜啊，阿妹不爱拄给我事情哦，按重新难过。不过也吼，也要好好珍重，好好打拼，切对吼，唔会本阿妹失望。你就安样想，阿妹就真欢喜咧，哈。啊，第一步的吼，太久无出啊，阿妹，你运动忝吼，你记得哦，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哦。你好好多只补养，阿妹就轻松多诶，谈什么哈？呀，就得小阿兄弄了，哈？无啦，哪有喏？我就早就对伊死心的啦。哎呦，上海上掠去呢，对什么？伊唔会讲买好糖的花，还有可能有什么中医癌咯。中国啊，阿妹同我讲哈，唔免生了好看，不讲好糖的话，什么就会中意的嘛。你阿妹来的，你有只善良的心，迄阿小玉无会放弃。阿妹相信有一日一定会寻到真好的什么，啊？对吗？爱知啊，爱知。过年以后哦，我阿妹煮东西本身。唔是啊，阿妹，爱煮啦。可以哦，遇到按无无限哦，顶到佢爱煮，爱煮最好食嘅客家板条好冇？我煮啦。唔搞爱都会煮啊，阿妹，坐一下吼，爱煮哦哈。啊，轻怪哈。唔会啦。长久，阿妹甘愿哦，照顾一生人。
认为你阿妹怪来的。哎，加油啊！你有没有喊第二遍呢？啊？哟，K 师傅，你有没有喊忙做呢？转去啦！我卡去最重要的啦，所以啦，我还会19啦，哈。哎，K 师傅啊，起好了你，来坐点。哎，要是话你注意哈。我冇醉啦，冇醉啦。加油啊！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了。你看啊，心意送给你啊，50块买一只希望啦，迄真嘅帮我买到哈。5000万俺也买了加油啊！拿酒来，俺19了啊！俺19啊K 师傅啊，那多比小茶给你好吗？俺冇啦，俺冇去生茶啦，俺19啦条家，秘鲁给我拿1束来啦。歹势啊！不然看到我按难可能用诶。不会啦，大三你有的时间就会是追究嘛。加油啊！你会19吗？不会啦。加油啊！有一种病叫做第2型脊髓性肌肉萎缩症，你有谈过吗？冇呢。这是一种遗传的病，这种病会本人规身无力，无法度起登到行路，严重的话会死体。较好的头那面看做得有正常的表情。眼来就会得到2种病。无听错啊！这是天公伯对我的惩罚。俺们一个好男人，爱心强大，抢修东西我不要打天下。胡说啊！还后生的时节啦，不卡太细就不爱表态，一心一意想要达标，做一番大的事业。唉。冇想到冇想到，我全部就冲病，那个东西就冇得到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冇面皮转来面对记仇啦。
倒面啊，有一扎机会去日本发展，去东藏地啊，伫我买神花无按过的，差唔多啊，我就带家方啊，帮人透色。不过你还成功了呀，做得本姑娘还有3年过后的身份呢，错吗？我伫冬天多么好的时节，拄到一只台湾来的小妹，伊就会了行来捕鸟，他在游去天数啊，每张有俩下。啊，你到台湾的姑娘还有3年了。我唔知，我唔知啦。你就冇记到个消息？伊听迄个天公伯啊，对我的执法，我日本的来啊，总得到2种票，也对不起2只的小妹人，也对不起2只的家庭。天公伯也冇公平的呀！就算讲要处罚你就好嘞。3年了也有事情就冇关系的啊。是啦，是啦。还是啦，我不应该按你讲法的，挺冇礼貌的。莫讲黑啦，咱去个安阳哦，做唔对本人原谅的，那加油！假使讲，我的意思哦，迄假使讲哦，假使讲哦。你很爱表体的妹的吼，你做的原谅，肯定是做阿爸的梦。错啦，我去甲安阳吼。你无法度本人原谅的，那要安尼是，迄讲吼，因为嘛个死哦，你就老硬讲，那做对天数的，我要亲力，好吗？很仔细啊。假使讲哦，你很爱表体的妹哦，你做的原谅，肯定是做阿爸的梦。
太姐啊，你做嘛眼看我啊哈？还会害羞啦，哈哈。假使，迄讲，有一年阿爸真经做来咧，你要原谅金毛啊？啊？你干嘛噶？俺无糖豆啦。冇事啦，冇事啦，红错了哦。伊太早又会出去做事哦，唉，又要去甲伊生理，唔使认真啦。那个很多唔系自家的生理就唔是安认真啦，工作就要有工作嘅样诶。哦，安尼以下几多点了啊？会迟到嘞。今日拜一唔是上班啦。哦哟，嘿哦，拜一冰了诶，安尼未满6枚冰了，挨做个水模嘞。今日老来去天书买东西好冇啊？我不用了呢，我做得做好这个东西不太个事哦。你哦，老爱天书拿东西啦，好，就安尼啦，好，好了。没人性也没义气，只会欺负细阿妹嘅老阿婆。唉，冇人爱嘅老阿婆。上帝哦，做生1礼拜，每2不用了1年，太姐啊，你就唔是不用了。對我來講哦，洗菜煮菜就係享受，就已經係不用了咧啊。嘿捱哦，你做下做生做1禮拜哦，所以你經驗人嘅一定唔會講去做下嘅。哎呦，很多嘅東西呢。哎呀，你看下來啦，很對你下午按時講的啦。你嘅東西啦，吼，太姐啊，聖經上都寫唔會逛精品店。哎呦，安定一下個哦，奇怪誒。冇興趣啊，太姐，我去給你看看哦。好啦，等下再錄哈。風筒。哎呦，唔使。冇得見啦。哎，小姐，還是要請問一下，要個風筒滴度含油嘛？就存一罐天天啊？对，加上如果没有的話就沒有了，要那個明天晚上才補貨。哦，哎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好。什麼？你拿啦。用本啊，我冇記得用。真嘅呢？什麼呢？我一想用風筒嚟做一個梅乾菜獅子頭啊！我想一聽一好食。冇想到我用風筒嚟做菜啊！一下台灣東西唔用風筒呢，台灣飯全部用砂糖，冇得冰糖。我以健康嘅角度嚟講哦，用風筒做菜係比較較好嘅選擇啦。你睇起來，你啲料理呢？你係太廚啊？有味道啦！安都好。太姐啊，佢哦就係嗰隻超有名嘅美食評論家羅小粉啊。你好，佢哦係我太姐係未滿了嘅師傅去加油。不過以下地獄花園好食吧？講下度做嘛？既然安都好，還是表示大家有緣。我請你飲飲料好。好啊！我老到就去到超級市場嘅時候，青菜是2個就好咧。我想到嚟到暗號嘅地方啦，還有正經同排先呢。哎呦，佢哦係大美食評論家誒，你啊對佢來講係 piece of cake，冇乜解啦。按摩禮貌。唔係啦，其
实简单的东西还没啉嘛，但是哦，简单中的水偏了。需要些什么？防护花茶。花茶哦，不适合我啦。焦糖玛奇朵。嗯。那这边哦，要迄调一杯水压的防护花茶呢。哦，安尼啊。那之前哦，是个就迄互香乌龙茶呀。嗯。那吃到调杯吃到压个米西的时间，我就会想到啊，防护自由饭。啊！你会想到啊？因为从细时节，啊隔壁的阿姨其实买迄种油饭啊，所以从细都冻结伊个防护香的迄种米土，啊，有带一点的酸酸腐腐的感觉。冲啦，就迄酸酸腐腐啦。你哦，很正经迄美食评论家呢。那就想出来哎鸟的讲压个米西哦。还有啊。也见点那个花茶吼，个防护香的味道特别重，你等下啉看啦，带一点的中药的味道，但是无用米哦，加个口感吃起来吼，有一种贵眼。冲嘛！冲啦！以后迄有年。炖给同个时间，记得要用个防护纸呢。他知道，迄个可以用防护花，个米线会变得较丰富，还个同时就唔会暗黄嘞，较清，安尼卖相会较好啊。真的懂了解，反正我从来不会设定，也不会做，不会煮。因为茶汤会落，茶色会变黄，茶水会转腐，所以做茶船哦，还要多几下放个素小调的功夫。长掉的迄种茶香、清香的味道，啊，又唔会破坏到个船哦本身的嗰種風味。錯，我每次到一個茶桶哦，係真麻煩嘅部分咧，因為哦，個米線哦一下就變態了咩？故說我有想講哦，可能到個鳳小鳥嘅糯米地度啊，變個茶桶，安尼食起來就唔會扭過嚟啊，還會有一個清香嘅米線。你知道喏？嗰時候做得準啊！從有卡朋友哈，我是感覺當飽和啊當拄好。我在想，那個是加一點的茶香甘甜的味道，你會有？哎呦，會懂煮的呢。哦，阿梅啦，真記哦，應該會煮半條青菜試試咯。歹勢啦，哎呦，講定就唔記得時間咧。我哋要先轉嚟啦。今日老二講哦，正經講到東番去呢，好多動作哦。我咪好多動作啊！啊你，我應該咪差唔多啫。哎，老太哥，迄個有事情就讓你叫他做一時班啊。哎，你倆米滿了嘅喜師傅哦，咪做得嶄露一手啊。咁方便？方便，當然方便。今日我都冇客氣哦。來行來。哦，好嚟。哇！子誰？家姐，你講你睇買床讀到羅先生哦。啊，長顏色原料呀？啊，長顏色原料，啊，叫侬啥講麻煩就冇當到。哦，阿妹，我已經同你講過咧呢，你要聽幾多遍？佢假就全部嘢講天師堂講佢親友人嘅，錯冇？啊，個羅先生冇出到啊，同佢說事冇結交，就天天做嚟食飯，要條做下要停氣咯，係咪當好咩？我知道吼，假如對佢嘅感覺咪袂壞呢。係啊。兩個人後對事嘅東西才有興趣。強下咪袂壞啊。錯㗎。你就用為第一個羅小芬中意太極啊？看佢嘅表現是對的啊，還有 Andy 假了哦，沒上到人獎啊。馬扎迪哦，跟羅小芬哦，係唔係中意我啊？
有可能哦，佢喺排泄，则为拿胎记哦做障眼法。迄讲哦，爱比煮菜的硬唔晓，不过爱比酱哦，硬又唔会输胎记，硬要亲酱啊，硬哦还是青春无敌耶！这个颜面了，全部青春痘了。嗯，哦，哪有？骗你？哪有啊？你看。我听人讲哦。嗯。你家这个做菜哈？这也好食，要动要死的。难怪哦，我看你的动作又夹又强哦。准备差多的呢。然后，迄从小听到阿妹都给做下做菜啊，迄讲哦很妹哦，就本给大师傅了哟。好在有人睇住，跟住做好来啊！好啦。顺呢，哦，咁样甜甜。你哦是好吃的啊。我了，拿饭嚟咯。这个，哎。了解又好，有素有香，就会调味味。想到吼，两个料理专家哦，不但先是维持天天，还真是有尽功夫哎。冇啦，俺都这个好食东西啊，俺有某一种才调，某一种天分做厨师，所以俺上会做个美食评论家。俺没有啊，俺就做接是都当好的厨师，做好食的菜嘛是啊。但是今日也做哦，好彩有加油的天数，你无单枪来的声音，那有办法做出来吼？哎呦，嘿，你太客气了啦，我哦，老年好多懂多。
好嘞啦，你凉茶就请好嘞，莫讲我落嘞啦。快来哈！满意，是都感冒药。咱唔出讲啊，俺们想要了解大家的意见。要两根用蜂糖来炒，然后年年用蜂糖来代替一般那个砂糖哈。满意，你真的用啊厉害啊！一次是利用蜂糖做的。哇，个蜂糖哦，吃起来唔会太甜，还有香。我吃到种一般的海产料理哦，来做了从蜂糖做，可能真好呢。很真有天分的哈。满意，那个是家己的吧？那以后要注意种较太重的本业的事。真的哦。但是你同我自高了哟。河南的啊，不河南，随时欢迎来，知嘛哈？啊，到时啊，你过来的做菜帮手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安尼啊，你们了就变系银行，有煮菜不调价样式了。不过明日他煮的些得上做得啦，我忙人感谢。妹，点情况等我试给。你讲甜的呀？我最近健康个没事。上次一家说啦。那个好。个用不记得呢咯？哎，你那这两个记得用起毛礼貌呢？对啦。真摆这新年的哈。好什么？好热，好什么？成功哦。你们是啦是啦。好，是来，是。大姐，你罗先生真了上哦。对食的方面真了解呢。我哋在老人家就听不上。其實哦，真係講到多呢。佢哦有講到客家菜傳統嘅啊，還有創意嘅新料理啊，叫我乜嘅看法。佢還講到你用茶嚟做菜哦。啊樣啊？我哋學生就真難得呢吼，啊當真誠真用心哦。很神奇哦！你這樣見過幾擺啊？你就對得幾樣嘅人按真誠哦。按你講迄佢做人哦有成功哦。個真誠有心哦，你這東西沒親自講的了，看佢做就識得出來的嘛。就像莆田楊中庸啊意思咩？啊，啲人喺咪講啊，個導演咪講，做戲啊不用感情不用調，不用幾多，知嘛？cái今日嘅菜我們有做啊，按你哦，我們係真誠哦。感情不用，沒有不用啊。講實在話啦，哎呀，對他都是人印象了。哎呦，我這面試給你聽聽，有乜印象好講？我冇從你按厲害，你哦，是你給做嘅菜，就對得幾樣嘅人用。啊，沒意思，唔係按樣啊，意思係唔講不用開條嘅，錯冇？咁你阿妹，我當然希望講90片，錯冇？啊，盧先生呢陣嘢，啊，始終唔會快啊，係咪？因為講係唔講同盧先生一樣啊，啊，我呢種啥興趣強樣，啊，用真難得呢，夢搞迄個做朋友夢要緊啦，啊？你想太多了啦！我講我想太多，我始終咁快啊，對交往咁快。按老實，還有氣有禮貌，好吧？我7啦。唔好快啦，你按老實，知冇？交往一長時間試看啦，我知道按兩啥親合不，興趣又強樣啦，知冇？又按難得，知冇？啊，真係講唔會快啊！
顺的，哦，感觉甜甜。你哦是好吃的、啊。喂，秋米啊，我麻烦一件事情，我想要一本食谱，我要苏红毛啊。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未爱你。长夜抚琴也渐起，有时孤影水中水。青山下畔爬高峰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些。